那个假日的话，我们会有机会的话，就会带小朋友出来走走，出来跑跑，让他有一个地方可以去跑，有一个地方可以去玩。那对小孩子来讲的话，他们会很开心啊。我们大人也会很希望这样。公园啊，公园，所以在中西区多了一个这样的公园，你的看法是什么？我觉得很好，可以带小朋友一起来跑一跑啊，这样子可以多一个，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可以多一个可以就是休闲的地方也很好，让你亲近我们最有名的运河——台南运河。不管是台南市民或者是观光客，他们来到台南一定会想到说到这里来散步，因为包括我们的盖的桥哈，晚上也有光雕啊哈，包括那些独木舟，是不是可以在这一个地方使用？我想对于很多年轻朋友，或者是说年纪大一点的人来这里休闲，年轻朋友来这里玩的话，这个都是一个非常适合全家来旅游的一个观光景点哈。我想还有我们的公66，就是兵工厂那边，我们希望结合人文特色，而且是有特色游具的一个部分，让孩子有那个多元的发展，而不是再一次是有罐头游具的诞生这样子。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婷。公园在城市中是个重要的公共空间，不仅具有绿美化的功能，还能提供当地民众一个休闲散步的场域。然而，公园的形态有非常多种，有具游憩教育意义的特色公园，也有营造生态多样化的生态公园。不管是哪一种公园，都可以为城市、为社区带来不同色彩。台南市府公务局辟建中西区公97公园，又称大良生态公园。大良生态公园临近和乐广场、国华街商圈，且紧邻运河。公园的其中一处也提供清水平台作为独木舟活动使用，绝对是继和乐广场之后一个新的亮点。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公务局长怎么说吧。各位好，我是台南市政府公务局长苏金安。今天我们大良生态公园启用，这个地方呢，原本呢也是一个绿地的生态，那尤其有几棵这个老榕树。那我们这个公园呢，因为是生态公园，所以我们把这些原有的这些树木呢、乔木啊，都保留下来。同时，因为在这个运河旁边，所以我们用运河的这个水啊，引进到我们的公园。维持它的这个生态。我们这个公园呢，有树木，有步道，也有水道。附近呢，我们可以由这个运河啊，衔接这个我们的生态公园到和乐广场。同时，我们目前也在争取啊，由这个林安桥的地方呢，再做一条步道，沿着运河北岸呢。未来的话呢，这个公园一定是很有价值的公园，也是民众向往的一个公园。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9月23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印尼一度台南市历届议员协进会所举办的联谊会，今年因为是县市合并升过10周年，所以除了安排聚餐交流以外，嘛翕宣传片。罗中青3代议员组织做伙，气氛非常热烈。每一档历届议员协进会伫议会支持都会举办联谊交流。上午伫参会进前，市长黄伟哲嘛专工到场，甲大家翕相。加上今年是县市合并升过10周年，会中顺续翕宣传片，场面相当温馨。联谊会中，不管老中青3代议员拢互相认识，交换意见。虽然退休也是相当关心台南市各种建设甲发展。其中年纪上大的第4届议员嘛是高龄95岁，身在险也相当勇敢，而且每一届拢出色，引人注目。主要就是讲会当来团结，历届议员会当来参加上好，较热烈，大家来参加较热烈，因为希望就是讲会当来安尼每一处会当来照这个机会来参加。这市场一流的。会中议长郭信良甲现任出席议员拢到场表达欢迎，小听历届议员协进会各种活动，其中相关的展览也搁伫议会展出，互人感受因过去奉献的精神。
议长伫会中嘛宣布将拟定量化治理条例，对议会带头做起。所有台南市的建筑物就是用台南市议会做量化，想要做量化，这个量化假使若是成功了，会当受到大家的肯定。那么明年我们台南市议会就要推所有建筑物的量化自治条例，和台南市所有的大楼，只要你业者愿意要将你的大楼甲装潢水，电钱由台南市政府来出。安尼了，无偌久的将来，台南市就是一个非常水的都市。会中议员无分自亲自请，将过去服务甲民情的宝贵经验传承交流，嘛希望共同为台南市打拼。电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大力建设看好台南的发展，投入重金，伫个高铁特区打造帝王宅建案。23号伫个桂林区武当段举行动土典礼，邀请市长、大力建设的董事长、甲海悦广告的总经理等贵宾做伙主持动土仪式。市长黄伟哲担任立委期间，就大力争取沙仑绿能科学城莲花道路成片工程。该工程也将伫咧今年年底完工。政府今年开了大笔金钱，推动高铁沙仑站区甲智慧绿能科学城建设。目标就是要打造台湾绿能科技演化的新纪录。大力建设投入重金，伫高铁地区打造地王体的建案，也就是因为看好台南未来的发展性。第一敲，祝开地平安。看到这个城市的未来性。那么，台南市是我看过台湾目前6都里面基期最小。而且它的开发潜能是无限的。4、5年前我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一片荒原，只有一个高铁车站。那么未来4、5年，各位，我们可以心力体现，我们一起来见证这个地方的发展。未来这块基地有地下2楼，地上15楼，有6栋的建筑。大力建设目前在台南总共有11000坪的土地，我们会分期的来开发。市长黄伟哲表示，高铁特区周边有中央研究院南部分院、工业研究院绿能科技分院、无人自驾车试验场域、交通大厦台南校区等国家级的建设，所以会当进驻该区起厝的建商，也拢是国家级的。环顾四周都是最好的建筑，不管是我们工研院南部分院的建筑、中研院南部分院的建筑、交大南部校区的建筑，甚至我们的自驾车实验场域，这边都是医疗团队来。还有明年就要完工的我们大台南会展中心以及这个三井 Outlet 这边来这边盖房子，如果不是强棒，如果不是国家级的话，我看都会被其他比下去。幸好我们大力建设来了，能够这个有这么强、这么好的一个建筑。大力建设看好台南长期的发展。高铁武当段1期的工程，伫今日嘛正式动工，2期的基地嘛正在规划当中。同时，伫东区嘛有建设的规划。董事长谢志忠表示，未来也会持续清境府城。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有关性别平等教育的绘本《国王与国王》引发讨论。台南市也传出教育局向学校回收一事。对此，议员表达不满，认为这本绘本明明是中央讲适龄推荐的，凭什么爱回收？要求教育局爱讲好清楚。议员林颖上午举办记者会，提出到底国王甲国王的绘本被回收一事，教育局的立场如何？议员认为教育局唔通推广性平教育，但实际作为却是回收画册。这个敢是接受团体压力，独独将这本绘本集中放伫图书馆，企图暗藏问题太多。会中吕东志、陈凡嘛以担起性别平等委员会委员身份出席，呼吁一定要尊重多元价值，互囡仔真自然来认识性平教育甲同志的议题。台南市政府也有设置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跟性平办公室，那针对这些问题，你应该有权利有义务，很明确的去捍卫性平教育的立场，不应该随恐同团体起舞。它到底是
一个适合小孩子的绘本还是不是？这个教育局应该要很明确、勇敢的站出来，捍卫这个性平教育的立场。孩子有他们经由绘本理解这个世界，他有他们自己理解的方式。那在我的孩子来说，他看到这个书，他可以肯定自己，我就是来自于这样同性恋情的家长，来自这样的家庭，这也是他认同自己的一个方式。那对于我们的孩子的朋友来说，他也会知道，那个谁谁谁他的家庭也是这个样子。会中教育主笔者澄清，教育绝对无预设立场，嘛无团体介入时间压力，只是因为该绘本引发讨论，有家长希望换册，所以教育在做相关的统计，并无主动回收。过程当中有资讯无清楚的状况，造成误会，会搁再向学校说明。台南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国庆宴会将伫台南举行，为了推广安心旅游，市府全力防治停高日，提前做准备。上午伫宴会所在地安平，市长嘛带头举办誓师大会，呼吁政府甲民间爱同心协力，清除病媒网助生源。虽然到目前天高这台南市也无本土病例，不过因为已经进入高峰期，加上10月国庆宴会搁要伫台南，到时一定会吸引足侪观光客来旅游，所以伫市中的号召、安平等各区的环保志工甲社区义工，拢总动员伫金城里活动中心来举办誓师大会，以超前部署的态度，做好巡岛清刷，守护所有民众健康。防疫灭蚊，守护台南，赞！我们看起来，我们巡道清刷的工作还是要加强，因为即便是没有下雨，但是路边有时候有一些积水容器，还是要特别注意。因此呢，我们虽然在国庆佳节，虽然在烟火的假日，我们还是要预请各位市民朋友们做好巡道清刷，迎接所有外来的这个观光客一起来。大家光辉10月灿烂国庆，但是希望也大家都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根据市场的资料，今年天高日案例北部颠倒比南部较侪，不过咱也是需要保持警觉，透过幼儿童、幼砂童甲巡查棒等防治中心家己所制作的防疫配备，来补足清除助生源的不足。幼儿童是帮忙我们去了解那个地方的病媒蚊指数，还有它的产卵的指数。那巡查棒事实上也是这样的方式，因为我们的资源有限，没有办法全面性的投放，那就是在有些病媒蚊指数，还有这个蚊虫孑孓指数比较多的地方，要重点式的投放，所以避免大家疲于奔命，所以用这样病媒蚊指数还有幼儿童的方式来处理。面对天高日的自称来迎接国庆宴会，会中安平区长嘛代表宣誓，强调地方拢准备好啊，欢迎大家小少来台南赏宴会、食美食。台南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咱先歇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红花树头尾，以艺术构筑文字，雕刻生活美学，剪出生命精彩。台南爱读册将邀您一起以美的角度阅读生活，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70岁杨坤煌老师自细汉就展现画图的天分，伊介意为大自然当中找找创作的灵感，而且嘛透过观察夜市内面的人事物，创作出侪精彩作品。现在伊受到福冈县南台北院的邀请，伫福冈的美术馆举办展览，希望透过作品呈现生命向前的力量，同时传达心灵向前的理念。
使看到，不管是夜市当中的人物，也是台南的建筑，甚至是日本的风景，拢会使伫即届的画展当中看到。即届展出的作品，拢是这位高龄70岁的艺术家杨坤煌老师对伊所有的创作当中特别选出来的。即届伊受到佛光山南台北院的邀请，来到佛光的美术馆举办伊70岁的特展。艺术家表示，即届提出来展览的画作，拢是伊家己看起来非常有感觉的。希望来欣赏作品的民众嘛会使有收获。画画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我老婆也在现场，她也这么讲，你怎么傻傻的坐在那个画布的前面，坐了半个小时都没有动笔，因为找不到灵感，没有感动，没有悸动，没有那个冲动，你就没办法画画，因为画出来的也是一个傻傻呆呆的一幅画而已，没有精神。每一幅画其实都是我精挑细选，我图画当然不止这些如果说要同样在同一个时间办这个场的话，我还有还够用那么我是精挑细选来这里，这些在这边的画，不管大家看的怎么样，我自己都是非常有感受、非常有感动的画才有带过来。即届的展览，佛光山南台北院也特别将开幕的茶会选伫艺术家70岁生日的即天，同时也是伊甲伊的牵手结婚的日子。虽然毋是假日，但是现场游览来了侪贵宾，这也展示了艺术家的好人缘。佛光山南台北院的总主持满洲法师也特别用新婚大师的话，鼓励民众爱踊跃欣赏艺术的水。杨老师他以平易近人的写实手法，他画出瘫痪淳朴的夜市人生。在作品中，我们也看到身心障碍的孩子勇敢地摆摊位叫卖，努力打造出自己美好的未来。从展出的作品中呢，我们可以感受到杨老师他对人文的关怀。就意识的本质而言，美本身它就是一种善的表现。孔子说“礼人为美”，星云大师也说，人的生活离不开美感，从生活中去感受、领略美的事物，他才能享受艺术的人生。即届杨坤煌老师也特别捐赠100画作予南台北院，由着总主持满洲法师代表接收，同时也送上新婚大师的墨宝。这个展览也将展出到11月份。如果是喜爱艺术的民众嘛，千万莫错过这场精彩的画展。台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南区区公所为了活化办公场地，经过进前区长的努力，这个伫1、2、3楼办公室用作艺文空间，并且举办真侪场的艺文展览。不过，展览的场所到底是毋是有符合呢？议会民政委员会也即市府民政局甲文化局会勘，希望公所会当提出改善计划。伫议会民政委员会召集人李美妍的号召，包括议员周丽珍、李启伟、李定国、甲议员蔡淑辉、吕维英、罗坤福等议员的助理，以及市府民政甲文化局的专委，实地会勘南区公所的艺文空间。目前区公所的1、2、3楼大厅嘛正咧举办书画展。议员表示，当初规划嘛是要互赤公的民众有一个休闲、亲近艺文的空间。不过文化局认为，徛伫个艺文展览的空间，确实有真侪需要改善。对展品的要求可能不要用那种太贵重或是太有名的画家，这样在保险上会吃力了。所以这样的空间，我会比较建议，就是说，其实你可以去鼓励南区社区也好，或是南区一些发掘一些你们南区是不是有学生学校或什么的来这边去做成果展，或是做一些发掘一些素人也好什么，在这里有一些属于南区在地的一些艺文特色的一些展陈，我觉得会比去办这种纯艺术的展览要来得更吸引。事实上，我们当初在规划这个画展的时候，是希望说民众来这边洽公的时候，大家能够有快快乐乐的心情呐。那在而且这边也有调解哈，我们3楼是调解委员会啦哈，所以也希望说在调解的时候，有看到这些艺文的时候，心情也会比较平和一点。大家在调解的时候，火气才不会那么大，所以既然空间够啊，我们就只要再多少加强一下我们的周边的设备的话，我想这个地方能够发挥更多的功能出来，包
包括自然光啊，包括空调哦，我们要加强这两个。经过进前区长的努力，南区公所平均一档举办3-4场以上的展览。不过，拄对两家调过来肖秀华区长，为了改善艺文空间，嘛提出改善的计划，包括照明加空调等。未来嘛将调向社区型，结合社区艺文的空间来做改善。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根据统计，下区的盛行率每10档大约增加50%，尤其过去40档来，下区的盛行率、并发症甚至是死亡率，拢快速的增加。不过，因为下区死亡的个案，只要好好使用药物来控制，大部分都会当避免。就算严重的嗜酸性白血球气喘，现主需要单株抗体生物制剂会当使用，但需要向健保局申请。贵综合病院胸腔内科医师朱远志表示，一般造成下区的原因真多，因为伊是一种反复发作的疾病，所以下区的诊断确定以后，就应该避免各种引发发作的因子，只要好好使用药物，拢会用来控制。不过，如果药物治疗拢无效，就可能是严重型的下区，现在会用生物制剂来治疗。严重的气喘呢，大概占我们大概5到10% 左右了，所有气喘的病人。最严格的讲说，它中间有一个叫做嗜酸型的气喘的病人，它的成比例大概40%到80%的严重性的比例，大部分都是属于嗜酸性的。嗜酸性的问题就是说，它会造成气喘更加严重，而且病人的在很强烈的药物控制之下呢，常常住院的这个病人呢，就需要一些生物制剂的治疗。生物单株抗体的治疗，主要是应用在治疗把嗜酸性球降低，把一些刺激，包括增加我们嗜酸性球的一些叫做白介素5的增加的比例呢，那个刺激素减少，然后降低它嗜酸性球的比例，减少气喘的发作。这种嗜酸性球的降低的主要生物制剂包括拮抗的白介素5的拮抗剂，这些药物呢会拮抗剂的很大的好处就是说减少嗜酸性球，减少气喘发作。这些药物的申请呢就需要事先申请，而且它的条件是很严重的病人，而且需要长期服用类固醇的病人才可以申请使用这样子。医师强调，这种单株抗体的生物制剂会用来应用在严重的嗜酸性白血球的气喘治疗，不但会用来降低下区的发作频率，而且对着肺部的功能嘛有明显的改善。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在分的天气，温度28度到34度，落雨的几率有1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6级。感谢你收看9月23日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